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廖时光嘅欢喜看1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为推动台湾 AI 产业，国科会将伫沙仑科学城设立 AI 产业专区。总统赖清德探得登来高雄台南，嘛为大南方新4区的推动方案，以及 AI 创新应用大楼的招商，盛大举办启用仪式。总统赖清德伫担任台南市长时期所推动的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伫中央部会、立委以及市府团队努力之下，如今迎来骄傲成果，你将台湾打造成为人工智慧岛，也是赖清德就职演说政见之一。台湾伫 AI 产业发展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赖总统也期待大台南 S 廊带强化国家的竞争力，和世界拥抱台湾。要感谢行政院各部会的大家一如刚刚吴成本主委所说的，其实这是各部会，包括数发部、国发会、经济部等等，大家共同努力所推动的结果。那另外我也要感谢黄伟哲市长率领的团队包括赵庆惠副市长也在场，市府团队今天都在场，因为是一棒接一棒过去我固然在台南市场内有一些规划跟推动，那后续就是黄伟哲市长接棒起来他也很称职的
那刚刚吴成文诸位也特别提到，哇 ，AMD 要来，背后的一段故事，是黄伟哲市长跟林俊宪委员特别去苏家去拜托了去促成这个计划，然后台南市政府也提出一些招商的计划，来满足 AMD 甚至未来其他国际级的科技大厂来到台南投资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也给伟哲市长跟他的团队一个热烈掌声。黄伟哲指出，沙仑智慧日龄科学城有着丰富的演化甲技术实力，汇集了国研院、中研院以及工研院三大法人机构，以及阳明交大甲成大，是台湾智慧科技甲近邻转型的重要基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场域，在沙仑智能智慧绿能科技城里面，那已经有中研院、工研院，还有国家实验研究院，也请阳明交大以及成大的进驻，所以产业研发能量非常非常充足。那所以很希望国家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很重点的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中心。那尤其在产业界 AMD 也进驻了那东京威力科创也进驻台南，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未来成为一个南方新矽谷的一个中心是非常非常适当。国科会伫沙仑设立 AI 生涯专区，积极推动人工智慧技术甲应用、前瞻性再生能源、化合物半导体、资安技术等智慧科技，打造一条完整的半导体 S 廊带，整合沙仑甲南科相引领的力量，为台湾产业伫全球市场中的韧性甲竞争力注入新的动能。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铁路电话对规划到今过了33档，到底当时会当通车？6号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邀请交通部长亲自会勘，嘛首次公开落地大约6站楼悬的工程进度。会中部长强调，铁道局全面的赶工，预计115年底通车的目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6号伫台南车站办理台南铁路电话工程考察，交通部长嘛亲自南下，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陈廷辉、林景以及这位议员拢出席关心。一家人除了听出简报，了解已经克服文化资产维护影响，铁道局正全力赶工。另外，包括延空铁路电话，嘛得到中央的支持，同步推动。这个修正案的部分，过了没？预算过了没？跟各位报告，也跟市长报告哈。现在交通部也过了，好，然后国发会也过了，那现在在院长室就等核定，好。可是不管好核定了没，好，我刚刚有说，我住在这边看了2晚，好，这个工程有没有停摆？不会停摆，好，我们工程依然是依照原本的期程如期如职会完成，也就是说，在115年的年底，我们整个地下化要做整个通车的动作，这个不会去延宕到。为向外界表明，包括车站、国站、甲月台时间正如期如期进行。工程单位嘛首次公开落地大约6站楼悬的工程，包括台南车站下面新的车站结构已经接近完成。过来就是机电、轨道甲管线施作阶段，市长表明第一阶段并2026年完工通车的目标。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事实上是不分昼夜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努力在完成施工中。那即将希望能够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能够通车。通车之后还在继续做工程，要做它的车站本体还有整体的部分。所以先求通车，先让平交道消失，再求整个站体的建设以及整体的工程。台南铁路电话目前国标的进度分别伫6成到9成稳定时间，当然随着完工日愈来愈近，台南车站甲周边的动线以及空间的改造嘛成为焦点。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安松雅区市地中华工程经过3档半的时间，伫去年12月完工。地政局选伫6号良辰吉日进行剪彩启用。市长黄伟哲表示，该公办中华不只是安南区的重大建设，
更是台南市商业发展吸投资的新亮点。该地点伫2021年之前一直拢是安南区的稀有那地，不过定位做安南副都心以后，透过公办中划开发22公顷外的商业区，甲15公顷的公共设施，包括大港地景特色公园、甲草湖寮历史公园，而且公园内嘛设立抽水站、甲减低风池的防洪功能。加上停车空间甲道路规划相当完善，未来发展潜力无限。接下来，台南市北安商业区市地重划工程完工启用，掌声鼓励。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公办重划的方式，提供给市民这个大片的可利用的土地。那把过去比较杂乱的市容，现在变成焕然一新，而且中间增加了2个这个特色公园，可以让市民有休憩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安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蛋黄区，也希望未来可以促进安南区的发展，促进城市的进步。安南区人口已经突破20万，大台南合并以后，嘛是中心地段，所以北安市地中划地点优势加完整的规划，已经为市府后续招商带来真大的吸引力。完工之后呢，我们接着就准备来招商。那我们除了再把土地分配给原来的地主，让地主可以去使用收益之外呢，另外呢，我们也会积极的招商。那这个地方因为是商业区的关系，所以呢，不是只有住宅我们将来希望引进大型连锁全国性的一个商业设施进来，那包含餐饮业、百货业、饭店业，其实都非常的合适。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南投资。地政局表示，中划区土地已经完成全区土地分配公告，预计114年顶半年完成点交土地，予所有权人管理使用。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新年度嘛是迎接虎城300的日子，台南市中华会艺协会对1月4号开始，伫5园举办插花艺术展。透过绘家的作品，对传达民间过节的习俗，嘛用下西拉雅族的文化意象，相当的精彩，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成立第3档的台南市中华会艺协会，透过会艺家的卡司，今年选定古镇5园，除了一日门口的大座节庆，要对正月初1开始到中秋等民间过节的中式作品。以及春夏秋冬24节气所投入的创作，加上迎接虎城300，毛象征族群融合等无共风格作品，相当精彩。4号开幕头一天，市长黄伟哲、甲立委陈廷辉等贵宾，拢亲自见证这场美丽飨宴。中华花艺协会一直在整个花艺的表现上有非常这个卓越的表现，那也推动许多美的艺术的这个教育。我们有古迹的美，又有现代花艺的美，把古代跟现代做一个最美的整合跟设计。台南市中华会艺协会了，不管是国际交流，或者是持续餐点，都来将会艺插作的精彩创作被看见，更希望将会艺艺术生活化。我们有展区，会有展示我们的节庆花跟节气花，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接近过年的时间，会有一些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在布置上面会有不同的呈现，想透过这个花艺家的这个巧手，那结合这个生活跟文化让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台南文化跟这个自然历史的美哦。那我想也欢迎大家这段时间有空都可以来吴园走走逛逛。风华璀璨会艺展对1月4号到1月12号为止，当中1月8号休馆，欢迎大家把机会前往观赏。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
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烟控保险局伫12档后举办5条建设大展，伫大型的普渡当中，除了有超过2万碗的普渡品，加超过30组的特色普宴，更有爆声音乐会，邀请911、王力友、草屯囡仔等艺人演出，吸引满满人潮。911带来一首首歌曲，现场洒水，气氛嗨到不行。草屯英娜、胖胖团等多组人气团体轮番上阵，歌迷在台下跟着跳跳跳。实力派金曲歌王翁立友也来献唱，经典歌曲连发。这边问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永康保生宫12年一次的建教，这回砸重金举办音乐季，卡司阵容堪比跨年晚会等级，还有270秒的烟火秀，吸引15000多人来欣赏。普渡这届嘛真盛大，超过6、7家的面积，嘛真感谢咱各友乡、各会友。咱这户民拢真踊跃，来参与这届盛事。在永康探索公园周围有大型普渡，各宫庙的贡品摆满整条街，数量是12年前的2倍。特色艺术普宴更多达30组。这个本宫主普保生宫以及咱的总党林彦辉，后来做这个香菱啦护国双龙啦来庇佑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保生宫祭出2条龙，相当吸睛。海鲜餐厅也准备1000碗的免费炒泡面，每一碗毫不手软，都加入新鲜的虾子。另外还有秀琴歌剧团的歌仔戏，以及创新布袋戏的演出，让5朝建教大典热热闹闹。记者邱怀谈的报道。迎接过年，台南文主协会联合地方举办冠春年会大家，结合特色冠春的料理等各种南北货应有尽有。1月9號就將佇台南市北區開南街登場。現前臘肉、紅燒沙野頭，還有蛋糕大間的山東大餅。各種冠春美食，原汁原味的出動。這是台南市文創綜合，甲台南文主協會等單位，要替今年的年會大家做宣傳。特別是這回一路向北，伫北區的阿嬷你看市集舉辦。想要借由這次的活動，能夠讓大家，能夠讓北區這邊同樣能夠感受到，因為北區這邊其實有很多的人都說，因為到南區棒球場那邊真的有一點點的距離。那在這樣子辦的話，其實剛好就變成說一南一北。那加上這邊其實還有永康區，就是包含東橋這個區塊。那我們希望借由這一次的眷村美食節，能夠再來活化我們的阿嬷你看市集的一個廊道。那更重要的呢，讓我們在地和周遭的眷村能夠回味到早期的一個眷村美食節的一個風景。活動對1月9號到13號連續5天，組織超過100大眷村美食業者，提供經典年節美味加應景年會，讓民眾滿足年節採買需求。逛街逛完了，買完年貨了，還有我們現場的街頭藝人會有來表演，所以也邀請大家一同來。那除了我們的眷村的攤位之外，我們北區有非常多我們的一些社區發展協會，他們在做公益的。活動伫每一天透早會提供200粒眷村包仔，提供民眾免費品嘗，還有參觀無菜等等。將以多元的眷村文化氛圍，造予市民無同款的年節體驗。台南新聞所懷採訪報道。桂林西主會發起2025年關會活動，6號伫新豐高中舉辦宣傳記者會。桂林西主會會長陳柏宏等西鄉西姐共同呼籲鄉親1月12號做回來新豐高中關會，做一個快樂的關會日。當天關會中心欠會情形特別嚴重，為了會當及時籌備充足會員，
桂林狮子会1月12號特別伫新豐高中舉辦2025年獅子有愛捐血友情關懷活動，活動當天安排了4台關懷車伫現場服務。今年我們是有4台的捐血車，我們以目標為1000台，我們當然是希望越多越好，但是我們在小東捐血站裡面，我們有1週的一週的一個捐血的日期，也是一樣算在我們的一個歸仁獅子會裡面，我們也是呼籲民眾在這個禮拜內，也是一樣在小東捐血站有我們一樣歸仁獅子會的一個這個活動。歸仁獅子會到今年已經連續22檔結合企業界以及機關團體合辦關會，並且每年配合台南關會中心關會會活動，持續無一個會，邀請熱心民眾發揮愛心，擁有關會救人。台南市歸仁獅子會，我們1年1度所舉辦的捐血活動，那我們今天我們所捐血的活動，是因為呼籲我們現在天氣冬天天氣冷，我們捐血中心是一個很缺血的一個情況下，我們呼籲所有的熱心民眾，在1月12日裡面，再來我們的新豐高中裡面，一起踴躍捐血，捐血1袋救人1命。為了號召更多民眾參與關會，歸仁獅子會也準備了豐富的關會禮品要來銷送，有卡式爐、禮券、大坑農場日中館、樹苗等等的好禮，還有米蘭時尚髮型的設計師免費義診，活動規劃豐富又夠有意義。獅子會歡迎市民朋友踴躍響應。記者張秀維採訪報道。離關接近，天氣愈來愈寒，連帶影響民眾出門關會意願，目後欠貨問題更加嚴重。台南南天府嘛特別發起關會活動，希望關會助人。南天府主事關姓帝君為發揚帝君護國佑民的精神，廟方特別發起關會一地救人一命活動，希望會當募集到救命的貨。因為即馬是寒天咱這個血庫嘛真欠貨啦阮南天府佇今仔準備這個關會活動希望大家踴躍來關注你的熱血我們這個社會充滿着溫暖。議員蔡小薇也特別來到現場支持，也呼籲民眾踴躍來關會。非常感謝南天府的夏主委以及南天府慈善會，共同來舉辦這次的捐血活動。那能夠特別的感受到，在寒冬之際我們的南天府召集我們包含後甲社區發展協會以及我們裕農社區裕農里所有的鄉親朋友一起來捐助愛心，捐出熱血。結合南天府慈善會以及師兄師姐以及真濟信眾愛心，這次關會活動總共募得近100袋的貨，緩解貨庫欠貨問題。記者張秀維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月6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拉内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关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4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余力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拉内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关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
谢生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哈哈哈！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